兄弟平安，咱第一场主日要特别开始，咱陪伴咱的心，安静咱的心。在座咱拢不管是年岁几岁，咱拢捌谈过恋爱，咱就用一个坎慕的心来坎慕甲上帝，信心来说相拄。咱用一个安静的心、坎慕的心来寻求主。糟糕。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的赐国的地荫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你的光，我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使互心内正直的人，圣诗230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会众请起立。我想。
用起来咧，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阿头来祈祷。恁着唱歌学乐上帝，着唱歌学乐咱的王，因为上帝是全地王，着用智慧唱歌学乐伊。上帝做王治理万国，上帝坐伫伊圣的宝座，列邦的贵族自己要做阿伯拉罕上帝的百姓，因为世界敬拜是上帝，伊是极权的。亲爱的阿爸，我感谢你用大开咱的手来保护你的百姓，保护属你的。现时世界混乱当中，人的心充满一个不安。各国的疫情、战事、流无辜人的血，恶人欺负无辜软弱的人，愿相信主你拢看见，听见伊的呼求，甲困苦惊吓，求主切起因的目屎，安慰怜悯、保护、拯救，也能甲因。恳求主上帝，你也来赦免扶持台湾即块土地，也有侪人还未明白你，去拜人所的手所做出的偶像，也恳求天父赐予台湾执政者有智慧谦卑的心来找求你，因为无人用聪明智慧气力来抵挡上帝。台湾是属于上帝，阮也是你所宝贝的。主耶稣实在疼台湾甲所徛起的人，也赐予疼主耶稣的兄姐妹，传播天国的好消息。好胆来为主做见证，甲阮今仔日的第二场的礼拜受洗的兄弟，求主你赐予因有好的性命，坚固信心喜乐，来充满因的心，互因生团济济。我来祈祷感谢，若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报告。本会消息，本会本主日第二场的礼拜举行洗礼式，本处洗礼、更新礼、小礼洗礼名单伫第8页。洗礼者，咱礼拜后第一场的广场领取受洗证书甲礼物。第二项，由从咱部分来报告。由从教会公告指挥中心宣布，伫9月初5甲9月20日的防疫同款维持伫第2级。咱本会一定甲内政部来核准吼，我们可以100人以内来聚会。主日的部分呢，拜六新创甲第3场的华语，咱维持伫80人以内。那主堂呢，台语甲华语呢，咱拢有实体甲线上的来实施进行。早祷会甲拜三祈祷会，咱采取实体聚会。中部的台东的事工一定恢复来复师。郑爱林社区的关怀据点呢，伫9月初7有条件来恢复聚会，要参加的爱先报名。第三项，本主日下昼3点半，要伫主堂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第5，下周的主日呢，9月12，龙山教会主日，咱欢迎将江英辉牧师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具体消息，合作社助学贷款零利率，需要的兄弟会使去合作社来洽询办理。
交代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伫即个教界消息吼，只有一条，就是咱高雄中的高北区第6届的第一次的，伫8月29，伫公园教会召开吼，还有选出明年度的干部。咱高北区的区长就是公园教会蔡英信牧师，过继是南仔坑教会黄美惠长老，委员是和地教会陈武正牧师，甲德和教会苏一温长老，敬请大家带到以上。今仔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5章90到10节。白话字206页，台语版206页，和合版251页。我来读，恁来看。所以，无论踮伫身躯，还是离开身躯，阮所得意的是互因欢喜，因为咱众人的确着显明伫基督的工作前，互逐人照伊对身躯所行的代志，也是好，也是歹，受报应。我国语的来念一解。所以呢，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须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以上讲到咱请陈牧师，加做主，加做互主欢喜的人。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今日是洗礼的主日，就是咱第2堂的礼拜吼，有20几位吼，包括有3位小朋友吼，要来洗礼，诚做友商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诚做上帝厝内人吼。所以今日是应该是伫咱教会是一个欢喜的日子吼，因为圣经咧讲。一个罪人悔改伫天顶吼，就是非常非常的欢喜吼。当然，咱今日会当诚做上帝百姓，咱真福气。咱看见有人也会当领受这个福气，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欢喜。那个伫这个路加福音吼咧描写吼，伊讲一个罪人悔改。伫上帝使者面前吼，嘛是同款，为着欢喜还是伫浪子的比如讲，哇，这个人吼，这个浪子是哪较像4个月失落搁得到，所以当然就欢喜快乐啊庆祝，因为人会得救，伫上帝目睭中是非常非常的欢喜兄弟姊妹，咱拢是。真微小的人，但是咱会当得到这款的恩典。上帝疼痛较会遐大，是了，互我这卑微小块人我看了一则短短的诗，讲迄个意思是讲我足渺小的这个普生一生咧飘扬好像无尽的天涯世间的欢喜一望年纪就过去。四围所看的就是真侪这个变故这个破坏所以恳求主教我三角大互我会当掠掉迄个永远的毋是掠掉迄个会过去这个诗句短短的意思就是讲，咱真渺小。但是伫遮大的上帝创造的世间，咱嘛是伊的宝贝伊看咱做宝贝讲比天才利亚较输尔看咱做宝贝人实在是真渺小，人若是愈来愈膨大这就是人的足大的危机啦即马世界讲去到月球了。讲要去到火星，要去到倒一角，除了地球以外，无咱大的所在啦。除了地球以外，拢袂活啦，所以咱只有一粒地球啦。
咱无接地球，咱就去啊！啊，无空气袂活，无水袂活，无日光袂活，去到迄个月球吼袂活，去到火星袂活。啊，人想讲我会当爬上天哦，真正有影，但是无法度啦，无法度。人要复制迄个人哦，迄个就是人的灾难。即摆敢一个病毒，大家都当作西歪，所以人是足渺小。伊遐偌发达，一个病毒吼，人无办法啦。啊，迄个疫苗注3支吼，嘛共阮着啊，吼，迄个瑞士的即个病毒的专家讲，明年哦有迄个 COVID 毋是19，是22吼出来，就咱安尼厉害啊！但是更较厉害，上帝若怜悯，上帝若要回无去，就是一暝之间尔啦。哦，所以咱毋知影，所以爱记得爱承认咱是渺小，咱就是导航，咱就是无法通靠人。什么款的科技偌厉害，无路用，人也是无路通行。什么医学偌厉害，人也毋谦卑伫上帝面前哦，无路通行。所以现在一个人归向上帝，迄个欢喜遐大，这个人开始会晓知影讲，我是被造的，我一人，我是有限的，我是软弱的，本来我是罪来出世的，我是该死的。那么上帝的怜悯，透过伊的圣囝耶稣担咱的罪，赎回咱，咱是无路通走的。兄弟姊妹，咱应该爱知影讲，咱是遮尔大的福气。所以会使去牧师透过保罗吼，伊咧讲上帝伫我的身躯顶哦，已经完成的工作吼，伊爱咱达到的目标哦，就是会当互上帝欢喜。保罗伫即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你啊读1节到10节哦，其实上帝伫咱身躯顶完成的救恩完成的工作，伫耶稣基督。圣神做定，互咱已经会当得救的，互咱已经会当到主的工作前，毋免烦恼的，毋免惊吓的。这个上帝伊所做成，所以咱活的就是爱互主欢喜，互主欢喜。咱若伫罪中哦，袂互主欢喜哦。什么是罪？罪就是讲哦。咱要写字字，咱即马这奥林匹克咧写字吼，爱上侪分的是伫倒？中心点嘛，吼，中心点写哇10分，哦，迄10分就是上悬分啦。啊，逐记若写10分哦，有领的，吼，啊有时会歪。所以就是讲，咱应该着写伫中心点，毋过偏去，吼，偏行家己的道路，自我中心，所以做就是互咱。袂互上帝欢喜，世间人拢犯罪，上帝应光得无到，就是亏欠上帝应光。应该应光上帝，结果去应光偶像，去应光人，这就是罪。所以今日咱有 PPT 个拢无看了，头一点，来，头一点哦，伊写啥弄哩加较歹紧，下一页讲我到底是咧，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是咧创啥货就是讲毋知你是咧创啥货。迄个意思有一个即个 NBA 的球员即个球员是足厉害伊若上场迄个教练是足有信心的。结果因为伊到一段期间要结束进前2分钟伊因为受伤，所以坐伫迄个冷板凳，伫遐板凳咧等要教练要叫伊上场啦。这个球赛过3分钟要结束毋过输2分，这个教练就讲伊暂停，伊就要来叫这个伊足有信任的人去的。但是伊毋知影讲哇。伊即个足大汉的休困的时阵无代无志可能要去便所，毋使去弄到一个物件，弄到一个迄个厝顶的水管你甲读甲袂清楚，迄个时阵伊读甲还佫袂清楚，教练要叫伊上台，剩3分钟，
伊去就是教练讲，我爱投球，爱投球，一定爱讲爱投好准。结果伊的读也袂清楚吼，拢讲吼，就爱去弄涂骹，去弄涂骹，哇惨啊！伊弄做吼，即个裁判就分批啊吼，规所在拢真乱啦。啊，伊安尼直直弄迄个线吼，啊声音足大声吼，啊伊嘛弄啊足忝。结果吼，一个球赛结束吼，迄记者就来甲伊访问啊，毋访问别人，就访问伊讲吼，甲拄到头前讲，伊想讲我今日吼表现足好诶，我今日表现足好吼，但是想袂到讲表现得遮好吼，即个记者甲即个翕相机拢伫我头前吼，麦克拢伫我头前吼，伊就问讲吼，迄个记者甲问啥讲，你到底是伫遐咧创啥话啦？哦，你到底在干什么？伊家己嘛戆戆毋知呢，伊嘛毋知你创啥话。该投球无投球，甲伫遐地弄迄个线蛮弄啥话。第二天，迄个教练哦，甲伊开会吼，伊看即个球赛，即个录影带吼，伊敢若伫遐讲，迄个教练我吼，弄即个线好，我弄比别人较济吼。迄个教练实在用要分气，讲吼，伊也笑袂出来，讲吼，投球啦，就是讲。叫伊爱投球，才会当得分啦。都要输赢，输2分，剩3分钟尔，爱甲拼倒来。这个故事实在是一个足牛讲的故事啦，哦，咱听了到就足荒谬啊，足好笑的。靠这个篮球员，读也袂清楚，投球毋投球哦，敢若哭伫遐弄迄个线是咧弄啥货？吼，其实就是讲吼，伊都毋知伊的目标是啥物。伊都真都读公车，其实一个伫最中的人，就是毋知咧创啥话。应该应跟上帝吼，毋是啦，将应跟归互别人吼。应该互上帝这个应跟，毋过你着别人拢追求其他的该追求的拢无追求拢咧追求其他的可能你想讲要成做上世界上较好嘢人，可能你想讲我要成做上出名人，你都毋知做可能兄弟姊妹真有才调的人，有可能会当真正成做世界上好嘢人，毋过伫上帝目睭中嘛无啥路用啦。吼，你会当成做足有名，你会当创造世间的纪录，但是你若袂当互主欢喜，你的目标若毋对，到你一生要结束的时吼，可能。会知讲我嘛咧创啥话吼，所以伫启示录第4章11节讲吼，咱的主，咱的上帝，讲阮的主，阮的上帝啊，你是堪得荣光、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万物，各万物拢照你的旨意受创造，万物拢是照伊的旨意来创造的，若无照伊的旨意，咱会拄着困扰啊！应该这个。NBA 的篮球选手哦，上解要紧就是爱投篮、爱得分，但是伊都毋爱咧创啥货。今日咱若是毋知咧做啥物错误目标有时咱嘛拼甲足欢喜的。我今日我最近看一个讲叫做99一族99一族99 99一族。我嘛想这是谁咧讲啥？就是咧讲有一个故事吼，一个国王讲，咧甲伊煮食的即个人煮食拢煮啊足好食，伊也足快乐，会当互使国王足快乐。国王就足心酸的，讲即个厨师伊伫遮咧服侍，伊厨房煮食，煮法足快乐。结果伊一个大臣讲迄个国王，你甲试看觅，你若要无快乐足简单的，你偷偷叫人摕迄个99个迄个啥，即个黄金的即个元宝你99粒去甲摕伫门口口，伊即马出现了，伊看到，伊摕到这99个黄金金条好啦，伊就非常欢喜，甲我伊就开始要去追求到100条所以为着迄一条，伊就开始日子拢无好过所以我看来迄个意思是讲，当人
这个目标唔对的时阵，你着为着迄个付出足大的代价，你着含到真大的艰苦，你足有动力，大家早起都要去拼，但是后尾你着含到伫迄个内面。所以，咱今日读的圣经保罗就是讲吼，上帝已经做了一切的工作，咱上界主要的，咱的目标就是要互主欢喜。若袂当互主欢喜哦，咱就是趁伫全世界丧失咱的生命是有甚物利益？现在咱袂当互主欢喜，现在咱袂定做这个目标，就是咱的罪，咱的自我中心，咱常常要满足家己，咱要保护家己。真侪时阵咱诚侪基督徒，其实咱无真实像保罗讲的，伊敢若一个目标，伊敢若匠师。伊敢若要互主欢喜，咱像大笔共款敢若匠师，伊会当伫圣殿中来仰望上帝，来学习上帝，来敬拜上帝。人足侪时阵，人拢要追求家己，人拢咧想要来保护家己，因人无安全感。人拢想要来满足家己，因为人内面就是袂当得到把助，袂得当把助。各位兄弟姊妹，咱想讲哦。一个牧者甲羊的关系，即马一个牧人咧赶这羊，这羊吼，这牧者应该是足疼惜这羊，伊会当保护这羊。当这个羊若有信任的时吼，这个羊毋免烦恼讲吼，这个牧者可能会互咬着咬着吼，家去弄，弄吼，搬到山坎，还是讲吼去互迄个豺狼食去，伊袂安尼。伊会听牧者的声，这看起来，伊会当相信牧者，牧者真正会听，会甲带到青翠的草坡，到安静的水边吼，真正会互伊的灵魂清醒，会互伊福杯满溢。兄弟姊妹，咱伫圣经有足侪遮的导向，拢咧讲安尼。上帝是咱的大牧者，主是咱的大牧者，伊听咱，伊的确会保护咱。伊会引带咱，所以咱着像这个羊哦，信任伊的带领，咱着袂晓咬着，袂晓咬着，毋是家己去哭从但是当咱也无对上帝无真实的确信倚靠，咱有可能咱就是会靠家己，咱会想要保护家己，咱要满足家己，结果迄个快乐就无去，所以，咱的主耶稣讲吼，要得到生命的，反倒当失落伊；但是为着我来丧失生命的，反倒当要得到生命。所以，中心就是讲，若伫最终，人就是自我中心，人就是要满足家己，人就是要保护家己。所以，为着满足家己，这个享乐就是诚做你的神。钱诚做你的神有足侪物件会代替上帝。若甲一个囡仔共款吼，为着要食着这粒汤你管那个怪吼，嘛去甲你怪伊，叫你上车你就上车，叫你创啥你就创啥。兄弟姊妹，即要讲，咱今日已经得到上帝的救恩，得到上帝的疼痛，咱应该着相信咱的上帝。咱应该着互主耶稣做咱的主。我要讲，主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就是伊拯救咱，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主耶稣毋是做咱的救主尔，伊搁做咱人生的主，做咱生命的主，做咱主权的主。咱当代志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主的意思。我上界要紧人为着家己我就是自我满足。自我保护，但是当咱来当互耶稣做咱人生的主，咱的生命就会改变，咱的生活就无相像。无论伫任何的状况中间，就是无相像。咱若读到但以理的这个故事吼，但以理伊三个朋友沙得拉、米煞、亚伯宁哥，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足大的像，要人甲拜，人毋拜就要甲等伫火窑中。你想看觅？到底是要敬拜上帝，还是要等到火窑？
要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大像，还是要敬拜上帝，甘愿互等到火窯中。这就是足大的试炼。我要互主欢喜，我干那要尊荣我的主，我要敬拜我的主，就是爱落去火窯中，我嘛无要违背我的信仰。当这个时阵上帝就甲伊三甲彼得，伫火窯中有一个使者伫边毋是3个人，是4个人，结果火烧嘛袂甲烧着。但你这个技术就是要甲咱讲，咱若是真正互主做咱的主，咱的人生决断无相像。这个世间确实有足多通互咱惊吓，咱就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真正你是无法拢想象的会知我伫早倒时放一个片这半冬来有个所在迄个无应该热的热一杯较早西雅图讲这上界好大的所在，这上早大家拢要去结果迄个温度过去是平均21度，即马提升到42度，温哥华到49度6，无人敢想象有个所在到70几度毋过有个所在做大水，有个伫澳洲落雪落甲遮都拢无迄个抵抗这个寒冷的，也无生气，哇！落这雪来，真正足侪人挡袂牢。咱会当看见，事实上，咱若要挖靠家己，倒一角都无能安全，倒一角都无一通，互你会当得到保护。但是主要做咱的主，主做咱的牧者，伊要保护咱，伊要保护咱。兄弟姊妹。咱诚做基督徒，就是互耶稣做咱的救主，搁做咱生命的主，咱人生的主。伊的确会保护咱，伊的确会医治咱，伊的确会恢复咱。当咱有主伫咱的心内，咱对伊有完全的信心，咱的生活就开始无共款。自我保护、自我防卫过头，对一个人是毋好的。捌有一个查某囡仔，因为伊捌受伤害。这个查某囡仔伊安尼讲，伊讲我9岁以后我就无爱搁甲人亲近啦，因为我的老爸伫我9岁时气杀我，所以迄个时开始伊的心内就甲家己讲，我决定无爱互人搁伤害我。你无人若要亲近我，伊就会保护家己，伊会倒退去。兄弟姊妹，这个查某囡仔，伊的情感受伤。什么是健康？就是身躯爱健康，关系爱健康，情感爱健康，灵性爱健康，这是一个健康的人。但这个查某囡仔，因为伊的情感无健康，伊的关系就无健康。虽然身躯可能拥有。毋过，伊是一个无健康的人。兄弟姊妹，这个查某囡仔为了家己拍一撮的迄个家角关伫迄个内面，伊是一个真孤单、真可怜的人。兄弟姊妹，咱应该就要知影上帝疼咱，上帝要赎回咱，伊应当的价钱来付出，透过伊的囝，是一个救赎恩典，互咱恢复甲伊的关系。互咱会当甲伊好的关系，甲人好的关系，甲万米好的关系，互咱有清楚人生目标。咱毋是干那追求迄个暂时的，迄会过去的，迄会变化的，迄抓袂牢的。我是咧追求迄个永远的，迄个上帝收束我，佮无人会甲我抢去的。兄弟姊妹，这就是迄个咱应该甲主关系恢复了，咱有这个确信。咱知影到底咱是咧做啥物？咱是毋知影有一个爸爸咧分享讲，伊的囝还佫细汉的时阵，有时伊的太太爱出外，着囡仔爱教伊，爱照顾。你知影爸爸要照顾囡仔是足无简单的伊就是讲
有一个求生的意识，讲哇惨啊！这我着当到阮太太转来吼，所以伊就是干咧等到要太太转来，将来伊都袂主动想要安怎去陪伴伊的囡仔，互伊的囡仔这段时间袂浪费，互伊的囡仔会感觉这段时间过得足有意义、足有价值。伊想讲这个苦差事太太无伫的，所以顾囡仔吼，就是囡仔若莫来烦就好啊，囡仔莫落就好啊。所以伊的时间好过歹过，足歹过啦，日子过了足艰苦啊。但是当伊开始改变伊家己，我即马毋是讲干那要度时间，为着要等到太太转来，无吼，这段期间实在，我即马开始吼，要互即个我即个囡仔欢喜吼，不管时间偌久，所以伊就开始改变伊就开始吼有足侪创意、足侪想法。伊的时间开始过了无相像，因为即个爸爸咧讲，就是讲，我毋是干那讲应付即个得过且过就无得袂使。咱的人生毋应该是安尼。咱今日即个囡仔咱会当甲伊做伙是吼咱会想讲即个囡仔到底伊即满2岁吼是趣味啥？要安怎甲伊互动？伊即满若5岁咧，伊若8岁咧。你都无相像，这就是伊开始改变，所以伊就对迄个中间得到真大的快乐。兄弟姊妹，咱今日诚侪基督徒，咱伫世间偌久毋知，但是咱应该就是，毋是讲我信主了，干那等迄一天要去摕到这个天国的门票，我就会当入天堂。我应该就爱像保罗讲的。我无论是踮伫身躯，还是离开身躯，我都敢若一个定着的志向，就是要互主欢喜。互主欢喜，这个方向，真正甲遮船有一个大，这个大才会当带定你的方向。所以你上解要紧的，就是要互主欢喜。你用这款的迄个信念，用这款的方向，安尼。你所行的路无共款，我相信到迄一天，伫主审判的代志的时，你会坦然无惊照你所行的或是好，或是歹，受报应毋是一般的报应，是咧讲受报赏当然你歹的，就是得到报应；你好的，就是得到报赏。兄弟姊妹，保罗伫哥林多前书4章50讲，所以事业未到。什么拢毋免论断，天后主来，伊要照出咱暗中的温情，显明咱心内意念。迄时，咱逐人照咱所做的，咱要得到上帝恶乐。毋望咱是会知影讲，咱伫即个世间，咱是有方向的，咱是有目标的。咱今日要互主欢喜，当然我的所行所做，就是要互主欢喜。我无可能。我搁一日甲毋讲白贼，一日甲毋偷剔，一日甲毋心内拢充满怨恨，定定要报仇。当然袂，因为咱要互主欢喜，咱开始照主爱恁行的路，咱调整迄个方向。咱无搁感觉讲这个做基督徒都应付，所以我昨暝咧甲上迄个信仰个别的讲咱若要敬拜上帝是爱认真的，毋通凊凊彩彩你无看重上帝，上帝会看重你吗？你若看重上帝，对重上帝，上帝会对重你。我相信你一生一定会经历上帝是非常听你的上帝，伊的恩典是丰富的上帝耶稣讲要互你活，毋若活阁有丰盛，你毋若要。蒙福，搁你的福杯满溢。兄弟姊妹，这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当咱会当像保罗讲，我定着迄个志向，就是要互主欢喜，互主欢喜。当咱会当互主欢喜，我相信咱的人生完完全全无共款。有一个牧师伊对迄个。决定要主欢喜的人伊安尼讲，伊讲咱热心的人心中就是敢若
第一件代志啊，咱认真，咱真热心，咱无妥协，咱真彻底，咱全心全意，咱真花力。伊讲安尼形容佫无够，就是只有看到一件代志，在意一件代志，为了这件代志的我，会当为了这件代志来付出一切，就是要互上帝欢喜。无论是生是死，是好业是丧凶，互人欢喜，还是冒犯着人。无论是人看在你是聪明，还是愚妄，你是红昧，还是恶乐，无论你得到荣光，还是得到见效，你上该在意的只有一件代志，互这件代志来甲你烧就是要互上帝欢喜，互上帝得到荣耀。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日咱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到第10节。伊讲，所以咱无论踮伫身躯，还是离开身躯，咱就是定着咱的志向，要互主欢喜。因为咱的确有一天，咱拢爱伫基督的工作前来显出咱家己，要照咱所行，或是好，或是歹，受报应。因为咱要行去20几位进入上帝的家，咱毋茫那甲像信主要入教会，互咱阁知影是因的罪，互咱的人生毋知咧做啥物因的自我中心，咱干那要保护家己，咱家己要追求家己的满足。但是当咱入班主耶稣了，得到伊的救赎，主耶稣入咱的心内，伊做咱的救主，阁做咱生命的主、人生的主，伊是咱的满足，所以咱就是要互伊欢喜。当咱互伊欢喜的时，反倒转，伊保护咱，伊照顾咱，伊祝福咱，伊引带咱，毋但要互咱伫世间有平安、有喜乐福杯满溢，将来咱阁来领受伊伫天顶迄个永生福气。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成说这款的人。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早起阮甲阮第2堂，阮有20几位要领洗礼入教会，阮甲因三甲欢喜。主啊，也互阮会当想到，阮原来是伫罪中，阮应该爱受咒诅，阮应该受死的刑罚。但是你疼阮，你为着阮备办救恩的道路，伫主耶稣互阮会当出死入活，阮会当做得到赦免，阮会当得到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新的活命。讲老人踮伫基督，旧的代志拢过去，变成新啦。主啊，阮是一个新创造的人，阮这个人，你所完成的，阮伫世间上该要紧的目的，就是要互你欢喜，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服侍你，要来完成你交托阮的使命，互阮也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主啊，阮相信，阮伫世间，你的确要祝福阮，你要保护阮，你也阮会当到迄一天见你的面的时，互你学了讲好，搁真正的乐福，通入你主人的快乐。主，阮较无阮会当真做互你欢喜的人，互阮一生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主，阮感谢你，求你也祝福阮，也祝福这个新入教会的人，也得到这款的福气。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552首。这通大家起立来吟。勇敢当这脚步，虽然艰难，
我主来亲近，光明不归帮的奥秘，专心为主来亲近，为着建立应该有你亲近，我个罪。我个本事，专领俺的主，我个兄弟，我个亲戚，我亲戚，我亲戚，我个我主来亲戚。是上方这脚步，勇敢坚定我路。我个兄弟好大亲切，要亲切，要亲切，我个我主来亲切。现在咱永远徛伫。咱要来带祷，兄弟姊妹，咱看见整个世界充满变化，充满惊吓，但是咱爱单单来挖靠咱的主耶稣，伊的确要帮助咱。咱挖靠上帝，互咱会当好大向前行。伫今日开始就进入犹太5782年，那个新年，咱有一个新的力量。伫今日开始有3天，台湾足多代祷者伫东西南北中，伫迄个所在敬拜、祈祷、分扫角、立天幕，就是互台湾得到保护。台湾会当得到主耶稣基督保护的结晶，台湾会当成做主耶稣基督上好的朋友，做伊的奴仆。台湾会当成做伊的产业，台湾会当成做敬拜伊的所在。所以咱也为咱台湾祈祷。虽然这7月有足多惊吓拜偶像，咱这有做邪术，但是咱的愿望只有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咱来宣告，这个所在是属伫主的。咱为了台湾来祈祷，为了这个疫情这个底下的病毒，求主踢出这破镜，无影响到台湾。咱为了这个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会当更较真正做传统音的教会，带更较侪人信主。咱也献上祈祷，为着各种的事工，为着软弱的肢体，咱带来到主的面前。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3声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感谢你，阿罗你。主啊，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是我的帮助。除了你以外，我无上帝；除了你以外，我无愿望，我无拯救。只有你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护。主啊，我单单要向你求讨。主啊，人民这个世界，我看见迄
因为疫情充满各所在，医学更加发展，疫苗无能解决，人的科技发展无能解决的人的问题，最后人会当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呼求阿爸爸啊，阿爸爸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让我会当谦卑承认我的罪，知影我的软弱，知影我的有限，我袂当来改变拯救我所遇到这款的危险的状况，只有你会当。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请你怜悯我，你来医治我的土地。主啊，今日开始要进入犹太的新年，我甲你立约，我是属于你的。主啊，我求你也保护台湾。台湾是你所拣选的，台湾是你所疼惜的。这个所在要成做上帝你同在的所在。主啊，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主啊，你拣选我，让台湾会当进入你的面前，让台湾成做你的产业，让台湾会当成做宣教的航空母港。主耶稣啊，我求你怜悯。主耶稣啊，保护台湾，让这个病毒无任何的破隙，太自这的破隙。主耶稣啊，求你怜悯，主啊，将我的教会仰望你，我的教会唔恢复实体，我的有恢复我的细胞小组，我的幸福小组，和我的教会所在表来跑走。主啊，让得救的人哪个依伫我的中间？主啊，你保护阮的兄弟姊妹，和阮殊荣共享，无论什么款的工作，主你同在。主啊，你施恩赐福，和阮真侪互你欢喜的人。我俩领受主你的赐福，你要赐福阮，互阮福杯满溢。主你要阮得到活命，那我更有丰盛。主耶稣，感谢你，保守兄弟姊妹，软弱的得到勇壮，病痛的得到医好。主啊，透前的道路得到你的带领甲赐福。主，阮感谢你，阮学到你，听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请技术来收奉献。这请咱起立来敬奉奉献的诗。感谢阿爸爸，在这个疫情当中，赐福阮有身体勇健平安，也赐福阮有会在的能力。阮众人伫你的面前献金献心，服侍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也祈祷兄弟教会兄弟姊妹厝内的人，拢有平安丰盛有春，分享别人的需要，也真做教会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门。祝福切肯。
就得请陈牧师。当恁含平安去，我将恁交伫爸囝圣神三一体上帝圣手的保护下面，互恁一生的日子会当立定志向，单单互主欢喜，来服侍主，来荣耀主。到迄一日，互主学了好过真中的乐福，通入你主人的快乐。但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礼拜伫遮要散会，愿主祝福兄弟姊妹。